來，我帶你認識這個世界。我可是地頭蛇呢？吉吉一把拉着野蠻人，從蹺蹺板上站起來。野蠻人吃飽後，力氣回來了，膽也壯了，感到自己無比堅強，無比勇敢。他告訴吉吉昨晚的遭遇，那些巨大的魔獸，猙獰惡相，淒厲的笑容，如陰雲般追逐着，他們包圍着我。什麼？吉吉用力頓地，高聲喊道，居然有人不，有妖怪在本座的地頭撒野。看來我是時候清理門戶了。來，你告訴我，那些魔物在什麼地方？我要將他們好好收拾一番。野蠻人疑惑着說道，好像躲起來了，也許現在時間尚早。吉吉說道，好，讓我們一起將那些愛搗亂的家伙抽出來，讓他們看看老子的厲害。他一邊說，一邊擄起衣袖，一副準備跟其他野孩子打架的模樣。兩人透過幾個麵包，轉瞬間成為要好的夥伴，聯袂同行，勇闖江湖。吉吉看見兩個巡邏的警察迎面走來，便悄悄指着他們說道，你昨晚遇到的就是他們嗎？來，我將他們戲弄一番。野蠻人隨意瞥上一眼，說道，不是，不是，他們的體型要龐大得多。兩人來到路口，吉吉看見對面馬路站着一個身材肥胖的大叔，他的四肢粗而圓，下巴肥厚，如千層糕般沿着脖子下垂至胸口，肚子脹鼓鼓，幾乎要碰到地面。啊，必然是他了。吉吉指着對面馬路的胖大叔。野蠻人搖了搖頭，說道，不是，更大。他比劃着，不過無論他如何比劃，都不可能清楚地描述昨晚所見情景。這時候，一輛大貨車駛過，吉吉疑惑地指了指。野蠻人說道，要更大，像山丘一樣大。吉吉嘟着嘴，有點兒莫名其妙。兩人沿着街道陰暗處一直走，野蠻人忽然兩眼發直，停下腳步。吉吉亦跟隨着停下腳步，問道，怎麼了？野蠻人神色變得凝重起來，指向對面馬路。他緊蹙雙眉，呼吸急促，沙啞着嗓音低聲說道，你看，那頭巨獸。吉吉沿着野蠻人的手指望向對面馬路，神色亦跟隨着變得凝重，不發一語。野蠻人就着街燈的光線，盯着對面馬路，來回掃視，只見一頭體型龐大的魔獸蹲伏前方。他的體型矮胖，高逾30米，寬逾60米，兩足藏在身體下，渾身散發詭異的光芒。他頭頂長有4隻圓錐狀的犄角，邪惡地刺向漆黑的夜空。他全身披着紫黑色的鱗片，折射出慘綠色的倒影。他瞪着眼，貪婪地俯視萬物。他此時正張開大嘴，露出巨柱般的獠牙，吐出舌頭，吞噬過路人。野蠻人正欲說話，才發覺自己喉頭發硬，兩膝顫抖。他連忙讓自己鎮靜下來，清了清喉嚨，開腔道，沒想到，那是真的。那個傳說是真的？吉吉問道，什麼傳說？那是我們部落的一個傳說。相傳深山中居住着一位叫黑柴的山神，那是山岳的守護神，保護過路旅客免受荒野的虎狼傷害。人們為了感激這位善心的山神，每年必然準備豐富的牛贊作為祭祀。可惜的是，有一年，因為發生旱災，莊稼欠收，村民商量着應否減少祭品。村長決定聯同長老們與黑柴神商議，然而這個決定卻觸怒了黑柴神。黑柴神怒吼一聲，化成一頭巨大的魔獸，將村莊和村民全數吞噬。根據口耳相傳的說法，那頭魔獸就是長這個樣子。野蠻人揚起顫抖的手指，指向前方。吉吉聽後，不禁氣憤地說道：豈有此理！
莊稼欠收，當然要減少供奉。這個不講理的山神我呸！那裏是什麼山神？根本就是一頭惡魔。野蠻人用力點頭，贊同道不錯。後世人都說，黑柴神並非善神，而是一個假扮成神的惡魔。他盯着前方體型龐大的魔物，俗道可惡。這頭邪惡貪婪的魔物，古時候將村落和村民吞噬，卻永不厭足。現在居然盤踞在路口，將途人吞食。吉吉用力跺腳，說道：我明白了，這邪惡的家伙。野蠻人緊捏拳頭，眼見黑柴神吐出舌頭，將路人一個接一個地捲走，只覺義憤填膺，卻又無計可施。吉吉問道：那麼，你可有什麼打算？我們是戰，還是退？這頭巨大的惡魔，不知道已經吞下多少無辜的路人。野蠻人感到一陣語塞，吉吉看穿他心中所想，便坦然說道：我們兩人都擁有高貴的血統，我們的祖先都是英勇的戰士。野蠻人用力點了點頭，語調堅定地說道：不錯。作為狂戰士的後裔，假如我因為敵人的強大而感到害怕，假如我看見遇到危難的人卻轉身離去，假如我為了保存自己性命卻不惜犧牲他人，則我就真是愧對自己偉大的祖先了。吉吉讚許道：說得好，看來我今天真是交了一個了不起的朋友。來，讓我們一起將這頭惡魔打敗，將那些遭他吞食的路人救出來。野蠻人揚起手中骨杖，在吉吉的鼓舞下，正欲衝過對面馬路，跟那頭巨大的惡魔正面交鋒。吉吉卻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說道：不行，不行，我們不能夠跟他正面硬碰，他的體型太巨大了，我們不是對手，必須從長計議。野蠻人垂下骨杖，認為吉吉所說有理，便說道：此言甚是。吉吉左顧右盼，問道：你可有什麼對策？野蠻人將街道來回掃視，心生一計，說道：嘻嘻，我想到了，我們來一個聲東擊西吧。他指向黑柴神右邊，俗道：這頭魔獸體型龐大，既是他的優點，也是他的缺點。你悄悄走到他身旁，用火攻，他必然無法察知。只要你將他身旁的雜物點燃，引起他的注意，我就能夠跑進他的身體，將路人救出來。吉吉一聽，大聲叫好：妙啊，妙啊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來，預我一份。野蠻人見吉吉認同他的計策，不禁大喜。眼看越來越多路人被黑柴神吐出的舌頭捲進肚子，他們必須盡快行動。當下，兩人快步衝過對面馬路，吉吉指了指右邊，表示自己會先到右邊準備。野蠻人則獨自一人，與龐大如山的魔獸對視。不一會兒，他聽到吉吉傳來的暗號，同時看見一股白煙飄來，知道吉吉已經成功了。此時，黑柴神右側的雜物已被點燃，火苗朝半空竄去。不久，火焰已經蔓延到黑柴神身上，他肚子側面的毛髮遭熏黑了。黑柴神大驚，連忙掙扎着站起來，他扭動脖子，兩條後腿亂蹬，打算將火苗撲滅。野蠻人看見黑柴神慌亂，知道時機已至，隨即鼓起勇氣，急步衝前。此時那頭兇惡的魔獸正張大嘴巴，露出兩列慘白的牙齒。野蠻人一個箭步，跨過對方的利齒，踏上他的舌頭。野蠻人只覺那魔獸的舌頭異常巨大，表面滑溜，他險些而摔倒。他勉強平衡身體，沿着巨大的舌頭闖進敵方的身體。